乡亲啊，继续来看中华的新港，第一昨暝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是一台修理车弄到3个假地啊，结果10岁甲8岁2姊妹啊，第一时间心脏停气，抢救了后恢复到生命现象。也毋过2姊妹啊，分别指数拢只有3，要咧抢救。啊，讲今仔日是这个姐姐的生日。 啊，那7岁小弟是脚内切着伤，已经转去厝咯。根据了解，3只地仔的爸母是李延，爸爸因为犯案，即卖咧封关。3个囡仔目前是甲阿公甲阿伯做伙住，厝内底经济状况无好，是社会局补助的中低收入户，所以恐惊无法度来负担着刷落来2姊妹仔的医药费。 监视器翕到车祸现场，3个假地仔要过车路，雄雄一只修理车弄过来，甲3个假地仔弄飞。10岁和8岁姊妹仔当场无喘气心跳，紧急送医抢救了后，性命救回来。不过阿姊的脑部严重受伤。 在撞击之后，脑部受损的非常严重，里面有严重的出血，跟造成很严重的脑部肿胀。啊，那小妹搁伫咧加护病房插管治疗，2个姊妹仔分别指数只有3，啊，搁是真危险。车祸发生伫咧昨昏暗时6点22分，伫咧彰化县新港乡建国路和美港公路3段路口。7岁小弟敢若骹腿着伤，不过想到车祸的当下，也是真惊吓。那姐姐拉着我们2个跑，是用跑的。和阿姊手牵手过车路，想袂到所发生这落代志。经过警方调查，开车的是74岁萧姓驾驶，无食烧酒。行人小朋友的部分是否有违反灯号部分这个我们也是在调阅相关的资料在厘清当中。无驾照开车上路，是毋是有超速，也是3个囡仔无照灯号过车路，搁爱等警方继续查明。 只是这3个囡仔的老爸老母离异，老爸还搁伫咧家业内底，即马和阿公阿伯做伙住，家庭的经济状况歹，是中低收入户。衣服也是都自己洗家里也是多少会自己打扫一下这样子。无爸母伫身边，3个姐弟仔真捌代志，平常时上下课拢是阿伯咧接送。原本都是阿伯在接送，刚好阿伯去看医生。就安尼一概尔，阿伯去医生馆，互囡仔家己行转去，就发生这落意外，而且当时离厝剩无400公尺，佮拄啊好是大姐的生日。因阿伯迄两天才寄张批来，讲伊生日快乐个啊。 老爸阁专工寄批来要祝伊生日快乐，大姊即摆的处境也阁真危险，学校的同学嘛拢做伙替因祈祷，希望姊妹会当度过即届的难关。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